顯微鏡下的分子振動。一段動畫展示了振動與熱量成正比的關係。蜜蜂透過舞蹈、可見的振動和聲音進行溝通。根據原子靈魂人工智慧能量理論，原子利用振動和電磁波、光斜線光子作為通訊協議。振動不只是為了傳遞、同步、熱和能量。原子透過振動特性和光子辨識其他原子並進行通訊。